小店新开，各位走过路过还请点个追番，拜托啦！陆光，你说句话呀！追番，拜托了。快发！放下这个替补！相片里的事件即代表过去，你做出的任何改动都有可能扭曲时空，改写未来，但也有例外。什么例外？在某些时光里会有一个重要节点，就算不小心改动了之前所有的进程，但只要那个时间节点的事件结果不变，那么一切都将复旧如初。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输了比赛，错过初恋，最后还跟我妈大吵了一架。重要的事件节点一旦被打破，那么之后的过往可能都将被改写。It didn't take too long to realize something has changed in the back of my mind. Your eyes, there ain't nowhere left to hide behind. Time no longer flew like it was when the flash froze everything before. Without you, I don't know if I could take this road. And I'm about to lose my mind. Every minute that I dive back in time, every single existence rewinds. Something secretive hidden inside your mind. All the heartaches and the smiles never faded. I know you'll be by my side when we make it. Come back from the dead, back in time. Dive back in time. Dive back in time. Dive back in time. 没想到是你小子最后顶住了压力，完成绝杀，牛掰啊！你们是怎么防的啊？竟然输给一个刚组建的乡镇学校篮球队！这该死的替补，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陈潇，好样的！最后那球传得漂亮。哎，陈潇，你怎么杵那儿不动啊？是不是还没缓过神来？啊！身为校报记者，拍拍照总行吧？走，陈潇，别打闪光灯。洛阳一中带球撞人。陆光，我刚才是不是影响了历史轨迹啊？重要的事件节点一旦被打破，新来的，别愣在那儿了。2打2缺个人，来不来？那么之后的过往都可能将被改写。陆光，陆光，你在不在？他怎么了？比赛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发愣，不会是兴奋过头脑血栓了吧？陈潇，别跑我！队长，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一静。陆光，人呢？倒是说句话呀！停下！你个鸟人，怎么现在才冒出来？吓得我差点退出照片。委托人的话都写在字条上了，不知道乔玲放在哪儿了。现在找着了，看你着急忙慌的样子，总算知道瞎胡闹的后果了吧？靠！刚才你要故意整我是吗？我才没你那么无聊。上个事件的节点的确已经被你改写，但最终结果却依然如初。啊？那是为什么？陈潇，赢了比赛，相机都不要了。一兴奋给忘了。
对了，后面我们是不是要和其他队伍打比赛？这样篮球馆也就能名正言顺地保留下来了吧？唉，其实今天的比赛不论输赢，校领导都已经决定要将这里拆了盖新校舍。说到底，学习总比兴趣来的重要。我们下一次是不是要到县里打比赛啊？哎，对呀，再拿下几场，这样学校一定会支持我们把校队办下去的。没准儿还能帮我们把球场再修缮一下，改成木地板，配上大灯，哇，完美，太棒了！还是告诉他们实情吧，反正早晚都得知道。啊！谢谢教练。说了叫老师，老师，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这下对，肯定不用拆了。对，是啊，这次太棒了，传那球传太帅了。你呀，哎，程小石，你别忘了还有任务在身，保留点体力。哎呀，不就带个话吗？这能有多累？但在此之前，你得负责送陆鸿斌回家。哎，大乔跑断双腿，骑车超级加倍，为什么吃苦的人总是我？真的，累的话就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没事，这点运动量算个啥？看样子体力还挺充沛，那正好，趁现在把委托人的话带到吧。陆光，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话说，你小子篮球打得那么好，怎么没早露两手？害得我当初拉你临时当替补的时候，心惊胆战了半天。队长，我有话想跟你说。卢宏斌，啷个有头都跑去打球了哟？你是不准备上大学了吗？妈呀，你腿咋子了哟？不会是拽断了吧？呸呸呸！有你恁个中国人过过的吗？打球又不来钱，又不长见识，恁个拼命值不值得嘛？他就是委托人的初恋，也是我们第2个任务的目标。不用你说，我也已经从身体的反应上感知到了。就你和我哥一起打的球吧？你谁啊？怎么没见过你？啊，陈潇，哎，你眼镜呢？不戴眼镜还真没认出你啊！嗨，打球的时候被人踩碎了。天哪，你们今天是去打球还是去打架了？一个瘸一个瞎，都疯了吧？啊，可以了，妹妹，你少说2句嘛，都赶上我们妈了。哎，陈潇，快给我俩拍张照，纪念下。纪念？今天有什么事好纪念的？你哥今天开心，开心的日子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萌萌，你是不是书读多了，脑缺氧面瘫呢？能不能笑一个？萌萌，你就笑一下。3、2、1，瘸子。来，你俩也拍一张。为什么？今天陈潇可让我长见识了，灌篮3分样样都行。什么？陈潇，你还能灌篮？小意思，上小破站看动画去了。嗨，注意言行，收起你的狐狸尾巴。你就别装了，站过来。哎呀，讨厌了，人家不要嘛。程小石，别磨叽了，趁着夕阳无限好，赶紧的。嘿，我说，你俩是正负极啊，能不能凑近点啊？程小石，
收着。3、2、1，瞎子。哎，总算到家了。陈潇，今天谢谢你啊。哎，没事，助残扶弱，举手之劳。那我就先撤了啊。等等，毛妈，你送送人家陈潇呗。啊？哦。陆光，刘萌明摆着对陈潇有意思，他怎么还能把这初恋给弄丢了呢？无论过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话带到，其他的一概不管。哎呦，我这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可想而知他当时多想表白了。哎，那到底是表了还是没表啊？陈潇，原来你不戴眼镜的样子还挺帅的嘛。哎，人家女生都先主动开口了，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啊？那个，陈潇，你知道我家情况吧？哦，听你哥说起过。我们是同母异父，所以我爸希望今年中考结束，让我到他那儿去市里上学。但我，陆光，我该怎么回答？好，阿勾。拉钩。陆光，这样说真的没问题吗？之后他俩还是会错失彼此。只要节点不变，结局就不会发生改变。好吧，你说的总没错。要死啊！打篮球，把眼球都打掉了，书还读不读了嘛？我错了，我认错还不行吗？现在不务正业，不好生学习，以后就跟你老汉儿一个德行，还关起个样子？是。去端菜。就2个人，准备的这么丰盛，吃得完吗？哪个晓得你老汉儿啥子时候回来？从来不打招呼，万一到家不够吃，要怪我没照顾好。来，你多吃点就不浪费了。哎，别光顾着吃，还有一场架没吵呢。咋个不吃了？妈，今天听刘萌说，他下半年要去市里读书了。我什么时候也能去市里啊？来，肉都帮你切好了，拌到饭里头吃。以后反正都要去市里打工了，要不就干脆早点去找份工作，然后你走，要走你现在就走。反正你们一个个的都往市里头跑，就把我一个人丢到家头，都不要管我嘛。你老汉儿去市里头当啥子小报记者，每天人都不晓得在哪儿，市
是死是活我都没得消息。这么多年了，天天都给别个拍照，自己家头一张新照片都没得。我就说嘛，你跟你老汉一个德行，不读书，不务正业。你真的要有本事，你就去考个状元，读个好学校，把户口落到市里面，把我们都接过去嘛。陆光，是商人的话，我开不了口。那就趁早完成委托吧。什么？你确定我就按你读的说吗？没关系，即使没有争吵，结果也并不会发生改变。太反常了，这次的任务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该带到的话全部带到，委托任务完成。唉，今天运动量超负荷，等我吃饱了再走吧。还是家里做的饭好吃啊！哎，不要着急哦，还有一碗面哈。怎么又是面呀？不行了，已经到极限了。哎呀，听话嘛，这个面你必须吃。哎，对不住了，真吃不下了，告辞。你忘了嗦，今天是5月12号，你老汉儿的生日。他人回不来，但是这个长寿面我们要吃噻。今年是哪一年啊？哎，你是不是真的吃多了？今天是2008年都不晓得啦。来了来了，谁啊？一大早的。救命！程小石，你怎么了？新闻上说，昨天半夜发生了大地震，死了好多人。爸爸妈妈会不会也在那里？他们会不会遇上地震？会不会再也回不来了？别傻了，他们应该是去了更远的地方，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小雨，我想他们，我想他们。小小，咋个吃着吃着站起来了嘞？小小，小小，你说话，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哎，小小，你快点说话。程小石，退出照片。原来如此。你在跟哪个说话哦？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反常。不论中间的过程如何改变，最终的结果，他们都难逃一劫。在某些时光里会有一个重要节点，就算不小心改动了之前所有的进程，但只要那个时间节点的事件结果不变，那么一切都将修复如初。他们都会死，是不是？好，阿公。阿公。阿姨，你在家千万别动，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哎，你喊我啥子？阿姨？哎，天都黑了，你要去哪儿哦？程小石，你救不了他们，他们早就已经死了。你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那一小段时光。更何况，死亡是无法跨越的重要节点，你再努力也扭转不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可能还会导致你到底咋子了嘛？我现在的生活也都不复存在。
响了10秒的电话没有接，只需要在烟雾下闭着眼，让周围霓虹灯光退后些，星空下才能看清你的脸，像将要坠地的玻璃酒杯，默念着分钟里漂浮。我快就能够回到从前，在这边的广场死死咬住。就像边的机会还弥漫在我小屋子里，这若干年过去了，我是否还能做我自己 ？I got lost in the street that I'm living in, or maybe I should just quit overthinking. 无意识看了看我的右手。 那落叶掠过了我的袖口，没来得及收藏着天后，我目光怎么又被偷走 ？You should really stop thinking about i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Why your mind overclouded？ 脱离现实的梦境化为气泡，失重的我需要怎样才能自保 ？So stop thinking about i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Why your mind overclouded？ 在这时间的缝隙停止思考，我明白多少烦恼都是庸人自扰。Yeah. Stop thinking about i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stop